行政院长杜英泰早起出席海巡署掠毒品的成果发表会，针对中国偷渡客的争议，伊伫致辞的时讲海巡署要向大众来清楚交代。虽然海巡已经有开记者会说明，也毋过外界嘛质疑讲，亲像是有3种无共款的版本。海巡署是强调讲，真相只有一种，爱检讨的是海巡署无做好相关的通报。 海巡署早起甲行政院六大掠毒的机关举办掠毒的成果发表，行政院长杜永泰甲海委会主委关碧玲拢有去现场参加。不过外界也是关注中国招姓的查甫人，伊驶船直接去到淡水河的案件。杜永泰致辞的时阵嘛特别交代，责任爱清楚，处理爱有效率。这2天发生的事件，我们已经深深感觉到国人对像淡水被 渔船入侵事件，大家的忧心，除了希望你们不气不馁、再接再厉之外，那这件事情也要向社会做明确的交代跟说明，责任要清楚，处置要明快。杜永泰强调讲，后续嘛会检讨各种爱加强国安的设备，也有国安人员防范的措施。就算海巡署11已经有召开记者会来说明，外界要是质疑有3种的版本。 怎么会有3套版本？这种说法不太一样哎。海巡署表示，虽然无及时拿查定检，不过迄当阵海巡人员是拢真猛醒，等中国的快艇靠岸了后，就随掠人。北部分署查找的新闻稿讲，沙仑雷达查到9点外，发现可疑的快艇，就随通报加强监控。这只船入去淡水河了后，伫淡水渡船码头去下到一只交通船，有业者卡118报案。落尾树这个姓黄的查甫人讲，伊弄到船了后，甲快艇驶去码头的岸边，家己行起来，了后叫民众甲报案，海巡人员才赶来甲伊抓起来。有3个版本，但是我这边要严正声明，真相只有一个。所以第一时间我们全程有监控以外，但是他忽略一个没有通报海巡队去做最后的确认。调查中强调讲，爱检讨的部分是相关的通报做了无好势。 有疏失的所在会好好检讨，嘛希望民众和海巡署更较侪支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